重案解密今晚同明晚播人肉燒臘慘案，講個獨居老人死後胃裡面發現人體組織，查落去發現啲骨嚟自一間燒臘店。麥長青飾演老闆羅坤，江若琳飾演佢嘅失蹤情婦蔡萬玲，姚樂兒飾演老婆胡玉蘭。神神化化，原來係三角關係爆發悲劇。蔡萬玲因為呷醋殺咗胡玉蘭隻愛犬，扮成羊腩煲俾兩公婆食。胡玉蘭知道後大受打擊，加上老公話個情婦有咗，佢崩潰走去講數，最後搞出人命。劇中姚樂兒同江若琳巔峰演技成為亮點。姚樂兒一直忍老公偷食，但當愛犬被殺同小三扮大肚逼離婚，佢終於失控，兩人又打又扯又咬，逼真到嚇親人。姚樂兒罕有演兇殘角色，殺完江若琳仲碎屍煮成燒肉，眼神充滿怨恨，最後喺車廂刺殺麥包，落車狂笑大叫我贏晒啦。江若琳就拋開玉女形象，扮貪錢小三，一時溫柔一時串嘴，湯狗一幕仲冷血到爆，同昔日反差極大。由於太逼真，加上改編自真實案件，好多網民話近期唔敢食燒臘，有人仲話嚇死我，只想食齋。